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6月6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、胡指挥还有胡锡进老师。今天沪市三大指数继续震荡整理，截止到收盘，沪指涨0.04%，深成指跌0.19%，创业板指数跌0.45%。沪深两市成交额11500亿，比昨天缩量1400亿，成交量也急剧萎缩。上涨个股和下跌个股家数基本相当，一半涨一半跌。这个沪指波动率确实不高，小幅震荡。当前股市有一个特征，就是险资、公募、抱团银行、私募量化，那就专门整中小盘，在上面反复割肉。散户游资炒什么创新药，也就是如果你要是投资者，你不在这三个板块里面，不在三个行业里面，那你对现在的股市的行情可能就无感，每天都来打酱油，没什么波动。但是今天发生了一个特别的情况，特朗普和马斯克官宣开撕，有一条小船说翻就翻了，他们俩之间很有可能撕一撕，好一好，好一好，接着撕一撕。他对咱们沪市的影响，考虑到咱们沪市，因为他没有什么逻辑可言，喜欢炒这些概念，见风就是雨，捕风捉影。你比如说这个川大智胜，好像是已经退市了，什么炒董事长的生肖，就是他没有什么逻辑可言。所以考虑到这一点，如果你在沪市，你还得小心一点，关注一下几只股票，比如说吧，沙普艾斯，这些都是马斯克、特朗普开撕概念股。沙普艾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杀死特朗普的是爱泼斯坦，叫沙普艾斯。还有一个马应龙，马应龙理解成马斯克应该成为真龙。如果在马斯克和特朗普骂战中，马斯克如果占了便宜，那这个股票也可能要涨。还有中马传动是说中间党派的马斯克传闻他要动作了。更这个厉害的就是现在的当红炸子鸡叫泡泡玛特，这个泡泡玛特也是马斯克、特朗普概念股，它预示着马克龙和特朗普的关系像泡泡一样破灭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是在沪市里面厮杀的，以后看到这些股票涨涨跌跌的，你也不要像胡锡进老师那样吃惊，大吃一惊，莫名其妙。如果你不知道它为什么涨，十有八九它就是马斯克、特朗普骂战概念股。新浪证券报道，高盛对中国股市维持超配评级，现在越来越厉害了，现在要超配。高盛亚太区首席股票策略分析师穆天辉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，将继续对中国股市维持超配评级。穆天辉指出，随着 DeepSeek 带来的创新和突破，市场关注中心已从硬件转向软件与应用，这恰恰是中国的强项，也是高盛增持中国市场尤其看好中国的原因之一。这个高盛现在也是这个墙头草，风吹两边倒。2年前高盛说咱们叫 L 型复苏，正当大家等 L 那一竖什么时候结束，那一横什么时候出现的时候，高盛已经不提 L 型了，现在居然是超配。高盛前不久还把这个拼多多、百度都列为咱们的科技股，跟美国的苹果、英伟达相媲美，简直是高级黑。也就是高盛也许是满满的求生欲没有办法，为了维持在大国这样的业务，也维持他的募集资金的这种能力，没有办法说一些违心的话，尬吹。只是他的仓位那是没有的，即便超配那也是模拟盘。我们再看看沪市这个奇葩公司南都湾财社报道说，河南假发大王半月被罚2次。6月5日，河南假发大王瑞贝卡600439因未及时披露2024年业绩报告，再度收到河南证监局出具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，此次处罚距离其完成前期整改不足半月。对此，南都湾财社记者致电瑞贝卡证券代表，对方回应称，我们正在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进行回复。这个瑞贝卡业内称为假发大王，专门做假头发的，工艺发条、化纤染发，什么人发、假发。瑞贝卡的这个假发畅销北美、西欧、非洲、亚洲等40多个国家和国内的100多个大中城市。年报显示，公司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12.4亿元，同比增长1%，但规模净利润亏损1.18亿元，这是公司自2003年上市以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。也就是说，河南的假发大王瑞贝卡在2024年虽然产品畅销全球40多个国家，但公司却出现了巨额的亏损。这个瑞贝卡在年报中解释称，由于公
公司为加强对独立站等跨境电商新渠道的宣传推广力度，营销费用较上年增长62%，使销售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提升至将近30%。但是监管部门为什么要对它进行处罚呢？主要原因是公司在这个2021年年报、2022年年报、2023年年报里面，公司与关联方之间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未及时披露。公司2023年为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不充分，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不规范，董事监事薪酬未经股东大会审议。简单点说，就是做假账。虽然你是做假发的，但是这个账可不能做假，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做假的。做假习惯了，把账也做成假的，这就入戏太深了。今天有媒体报道，还有一家上市公司叫万里马。这家公司成立于2002年，于2017年上市。公司主营业务为皮具产品和个体防护产品研发、生产、销售，同时以 ODM 模式为国际知名企业生产手袋等产品，实际上是做军靴、部队里用的或者一些其他的产品就是个人防护。做皮鞋公司跟奥康国际、红蜻蜓这些上市公司归为一类，他们是互相对标，那就大家知道了。做皮鞋的，你说它能有多大的利润，有多大的盈利能力？公司长期依赖外部输血，过往有息负债率基本在20%以上。截至2025年1季度末，贷息负债合计1.7亿元，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合计1亿元，也就是流动性非常差，没什么钱账上。该公司上市以来，累计股权融资加可转债融资共7.8亿元，累计分红0.3亿元。也什么意思？它2017年上市以来，已经从胡适拿走了7.8亿，但是它返还给胡适只有3000万，这个跟昨天咱们说的格力完全相反。格力好像从胡适拿走60亿，还给胡适1700亿，这个叫万里马，那就是典型的薅胡适的羊毛的。薅羊毛就薅羊毛，实际控制人家族疯狂减持，累计套现6亿，就是公司股权融资加上这个可转债融资，从胡适拿走将近8个亿，完了实际控制人还减持套现拿走6个亿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林大耀、林大洲、林彩虹、林大全4人为兄弟姐妹关系，其中林大洲担任董事长，林大全担任副董事长，林大耀担任董事总经理。2017年末，实际控制人合计持股比例63.3%，到了2024年，也7年之后，实际控制人合计持股比例降至21%，也就是减掉了42%，都送给股民了。你们不是喜欢买吗？给你们，一共套现6个亿。根据媒体报道，剩下的股份押给银行了，质押给银行，然后从银行借出了钱。所以你说这样的公司，它经营业绩怎么样？重要吗？根本不重要。创始人已经是赚得盆满钵满，减持套现6个亿，从胡适对吧，融资融走7.8个亿，业绩再烂，实控人家族赚到了普通人多少辈子赚不到的真金白银。剩下的公司赚多赚少交给韭菜，韭菜你们看着办，喜欢你们就多买点。所以万里马上市以来这7、8年里面，融资7.8亿，亏损7.5亿，分红0.3亿，套现6亿。我昨天就说了，如果每家上市公司都像格力这样，那胡适还真的走牛市。但是很遗憾，像万里马这样的企业才是主流。上市就是为了割韭菜来的，一旦有机会，你说他能不割吗？他减持都是五花八门的，手段翻新。我在以前就说过了，对很多上市公司，对很多实际控制人来说，胡适的上市公司就是他的提款机，只要不把它规则玩坏，按照监管的规则，完全就是一个合法的提款机。你现在不是提倡分红吗？那可以，那我就开始贷款、借钱、搞现金流，让你看上去我们今年利润很高，我再分红，一分红大股东分得多，尤其是那股权占50%以上的实际控制人，他现在还不方便减持的，那他就分红，分3个亿，他自己得1.5个亿。只有这个公司负债跟他有什么关系？等到禁售期一到，他把股份又卖掉，最后这个公司交给这个社会去擦屁股，自由政府或者自由其他人来替他收拾、替他铲屎。今天中国新闻周刊刊登一篇报道，又是股市骗局啊！咱们在节目里面讲这种股市骗局讲的非常多，但是今天这个受害者可不一般，他是法学教授，他是一家大学的校长，退休以后炒股被人骗了900万，一天骗走900万。这个在《检察风云》那个期刊上披露出了一个案情，这个是真事，说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异常猖獗，骗子们通过精心设计的骗局，将无数被害人拉入深渊，很多人一辈子辛苦攒下积蓄，瞬间付之东流。这些被害人中不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
甚至是杰出的学者。近期，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诈骗案，一名曾担任大学校长的著名法学教授，竟在1天内被骗900多万元。这个故事跟我们以前讲过的故事是一模一样的，没有任何分别。就是2022年年底，也就3年前，曾在某大学担任校长兼法学院教授的赵某光荣退休了，就像胡锡进老师一样吗？胡锡进老师一退休之后，他不就炒股吗？无聊，他主要是人从忙碌的状态一下到清闲的状态。以前在舞台的中心，你看大学校长突然一下无所事事，又不甘于去跳广场舞，也不甘于去搞人体摄影。这胡锡进老师就这样的，所以他就拿着钱去炒股。这个赵某大学校长一样的，因为感觉寂寞和无聊，赵某决定炒股。你看，跟胡锡进老师一模一样。于是他在股市投入了部分资金，但他买的股票一直在亏钱。你看，跟胡锡进老师是不是刚开始的感受一模一样？胡锡进老师刚开始说我不卖，你怎么割？完了之后，后面是变成胡锡退，有人说他叫胡锡进，后来叫胡义进，总之一直亏。这个赵校长也是一样，一直亏。那他跟胡锡进老师的办法一样，就到处打听，没事参加这饭局，什么私募基金的经理，或者是什么牛散，也就是经常参加这些线下的行业什么聚会，去听一耳朵，看看有什么小道消息，心思都用在这儿，到处打听。这个校长也一样，他炒股，他也到处看消息。2023年5月的初的一天，也就是他炒股半年以后，不得要领，老是赔。结果这个时候巧了，他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问他对炒股是否感兴趣。为什么有人给他打电话问他对炒股有没有感兴趣？一定是他到处打听，到处问，自己联系方式泄露出去了，所以人家知道他炒股。这骗子主动找上门啊，点对点营销，你说这个他能受得了吗？所以人家直接打电话问他，你是不是对炒股感兴趣？我就说了，我很感兴趣。然后对方就说了，他说我在北京一家公司工作，专门提供炒股方面的免费咨询服务。这赵某一听免费咨询服务，那还比较心动，就什么钱都不要，就加了对方的联系方式。经过一段时间聊天以后，赵某感觉对方非常专业，有时候感觉到他非常专业，这个就按照对方的提示下载了一款 APP。所谓的 APP 实际上就是个聊天群，是个聊天软件。聊天群，赵某登录以后发现，这个聊天群里面已经有100多人。赵某入群以后遇到的事情跟咱们以前讲的一模一样，那里面除了他自己，剩下的99个人恐怕都是或者是机器人，因为这些人都扮演散户。说有人说自己之前炒股亏了不少钱，后来经过助理陈某的介绍，认识了炒股大师张某，现在已经赚了不少钱。这个话一出，里面就很多人就附和说，对，我也是，我以前赔了几十了，现在在这个大师的帮助之下，我已经收益已经转正了。大师有名有姓，不是闹着玩的。这个法学教授这个赵校长那肯定是很严谨的，就把这个大师的名字记下来了，在搜索网站上一搜，发现这个大师确实是某专业投资公司的老总。这个法学教授也还听了几场所谓的大师的直播，对这个大师的水平佩服的五体投地，经常都能抓到涨停，有各种涨停技法。所以这个法学教授被他完全折服了，主动添加这个张某就是大师的联系方式，加他为好友，马上充值5000元，成了白金会员。随后故事就千篇一律，赵某按照张某的推荐买了2只股票，其中1只股票短几天就赚了46万。当然他这个所谓的炒股都是在他那个提供的 APP 里炒，赚了46万。那你说这个赵某对张某那就更加膜拜，又充值4.5万元，成了钻石会员。短的几天以后，2023年5月22号，赵某在自己的账户里充值3万，又在自己账户里操作，充了3万块。这个是按照大师张某的部署统一的。张某每次告诉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叫大家炒的时候，你每个人不能多买，你只能买最多根据你的级别，比如你是白金会员，你只能买1万块钱的，多了不行，这个人家有份额的，买多了不能多吃多占。这个钻石会员你可以买3万，不是说了吗？这个赵某他咬牙又充了4万5，成为钻石会员。完了之后，他这个大师张某又透露股票了，哪只股票好，大家进去买，你钻石会员只能买3万块的。赵某一买完之后，等这个直播刚结束，也就收盘了，这个赵某又赚了6000，简直你看太灵了。这个大师张某通知所有的会员，必须把这个钱提出来提现，把账户要清掉。那这个赵某账户里不是
36000吗？你比如说提出来，你转到自己卡里去，这些韭菜果然把账户的钱就真的提到银行卡了，那大家就深信不疑，就是这也太靠谱了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大师张某再次宣布说，这次公司谈好了大份额的股票，不封顶，你想投多少投多少，尽你最大的能力。关键这次这个涨幅可不一般，至少是150%，就是要涨1.5倍起步，具体要涨到多少，到时候看，大家等着，马上就公布消息是哪只股票，做好准备。所以他们那个群里面一下就沸腾了。过去以前都是小额的1万3万的买，赚个20%、30%，赚几千，觉得虽然也赚钱，但是不过瘾。这回是不封顶，你哪怕有1000万，你买进来，到时候涨1倍、1.5倍，所以这个群里面这些人沸腾了。当然也有可能都是机器人沸腾，大家都摩拳擦掌，表示要大干一把。那这个赵校长那更是对吧？一下就这个上道了。结果第二天上午，也就是2023年5月23号上午这个张大师给赵校长发短信、发消息说，这次操作最起码要赚150%以上。我考虑到你是钻石会员，我给你留的这个份额是500万，现在就通知了，说你能不能满足？如果说你满足不了，我这500万给别人。你看搞得他还要叫饥饿营销、欲擒故纵，那你说这赵校长能受得了这刺激吗？一口答应说这一定要给我留着1000万，这500万没问题。那500万进去一下，几个交易日之后，那就要赚700万了。所以这个赵某立即凑够500万，充值到自己账户。一看他钱到账，这个大师张某看到钱到账之后，又给这个赵校长打电话，说我这边还有一个500万的份额，你要不要？但你要不要，我赶紧答应别人了，给别人。这赵某一听，这个心里就像小猫抓的一样，这发财机会。实际上500万他已经把他积蓄都完了，就是他的积蓄，但是他不能放过这个机会，那就上杠杆。所以他就跟亲戚朋友到处东挪西借的，凑够了455万，充到这个自己的账户里。结果他第二次充值的时候据说按照警方的说法，也可能因为第二次充值那个钱是东挪西凑的，不知道从哪个账户过来的，警方就怀疑是遇到诈骗了，反诈平台预警，就赶紧给这个赵校长打电话，警方让他赶紧到公安局。挂掉电话后，这个赵某一听，他也就反应过来了，马上就登录这个 APP 平台操作。结果这回上去一看，无法提现，你想把钱转出来，对不起。这个时候赵某才如梦初醒，大梦一场，确认自己受骗。我想起了这个《红楼梦》里面，这个清河星死的时候，贾珍想给他儿子贾蓉给他买个官，龙禁尉，也就是皇帝跟前名誉这个卫士，他不是真的卫士，是名誉卫士，龙禁尉5品官。那个宫里的老太监专门卖官的这个人，一听说清河星死了，他就觉得机会来了，骗子都这样，他就跑去以这个祭奠为名跑到贾珍家宁国府，这不就是主动的送货上门吗？贾珍就跟这个夏太监跟他说，我这儿子级别低了一点，葬礼不太好看，不就正中夏海中夏太监的这个下怀吗？那夏太监说了，我正好你这个这么巧，我这有3个龙禁尉的空缺，一个已经卖给谁了，1500两银子，还有一个是卖给了谁了，人家已经付了钱预定了，现在就缺这一个哪个节度使冯胖子他的侄子要，我还没答应他。贾珍一听这个还挺着急的，剩一个了，完了这冯胖子节度使还在等着要这个，那咱赶紧上，这就饥饿营销，立马谈好了1500两银子买下这个龙禁尉。当然了，贾珍也贼，对吧？都是官场上混的，最后他砍价砍了1200两给这个贾蓉买个官，这就是骗子啊！他利用你的心理，他制造这种叫紧缺紧俏，给你一些机会，让你看到希望，但是也让你马上就得决定买，你不买这个机会就没了，很可惜啊。所以说你看这法学教授在骗子面前都这么像个弱鸡一样。说到这里我才想起，因为他是法学教授，他也是大学校长，就他这个水平，你说害了多少学生吧？他能教学生什么东西？教学生上当是吗？教学生不劳而获？我的以往被骗的都是一些大爷大妈，都是感觉不太聪明的人。你说你一个大学校长，你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，你又是法学教授，你这是学的什么法呀？杰出的学者，这是第一个。所以人不能老想着赚自己认知以外的钱，你离开了你那个领域，你虽然在这个法学领域有点名气，是专家，但是离开这个领域你啥也不是，你比小白还小白。第二个，现在人家也升级了，就骗子现在为了让你相信，他真的就那个钓鱼院的，他也打窝，他下饵，他真出钱让你赚钱，但他为了让你相信，他真的给你，而且这个钱你还可以踢走。这个赵校长刚开始还赚了46万，深信不疑。实际上我觉得骗子他没有出老本，他让你赚的钱实际上就是你交的会员费。比如你要充一个这个钻石会员，你得花5万块钻石会员，而这5万块相当于这个骗子又以利润的形式返还给你了，他让你2万块钱买只股票赚30%才6000，我6000给你，就是从你那5万里面扣的。这受害者一看，我虽然交了5万，但是你看我一笔就赚6000，我这再来个几个操作
后，这5万就回来了。后面再操作，这都是净赚，就说明骗子现在玩心理战术也非常进一步深入，他把钱还真往回返，完了最后为了让你相信，让你把所有的钱取走，让你相信他是值得信赖的，最后准备杀猪盘了，让你把你所有的钱都骗出来，完了让你还借钱，机会难得啊。所以从这个校长身上就骗了900多万。看到这个案例，我对中国的大学教育，对什么法学专家，这表示深深的担忧啊。胡锡进老师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上当受骗呢？但是我想，胡锡进老师迟早有一天会陷入人家为他量身定制的骗局之中。那只要胡锡进老师他有这个贪念，他想赚钱，他想不劳而获，他想把钱往那一放，然后你2月之后就能翻1倍，只要他有这想法，一定会上当受骗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